安迪啦，今晚係9場賽事啦，咁啊，今日呢條片咧會講咧快活谷唯一一場級制賽事一月杯，咁我會拆局啦，同埋咧有冷馬推介嘅。另外，我尋日同埋前日咧就上咗呢2條片嘅，嗱未睇嘅朋友記住去睇啦。未訂閱頻道朋友記住按住呢個步驟做訂閱頻道咁就可以啦。因為咧嚟緊咧除咗長片之外咧，我亦都會上一啲短片嘅，咁就唔會遺漏咗。另外，賽日如果想收到我嘅免費資訊嘅話咧，好似側邊呢啲咁啦，咁大家知啦，有加嘅朋友咧一定知㗎。除咗熱門之外，我亦都會有冷門同大家分享。嗱，將我 WhatsApp 加落你哋嘅電話簿度，另外喺 WhatsApp 度 say 個 hello 或者 hello 啦，我覆咗你咧，咁就會加大家落個社群度啦。社群咧亦都會咧分享一啲冷膽啊，嚟緊我都會喺拆局入面咧分享一啲冷門嘅配腳啦，甚至乎足智賽咧都會喺社群入面咧同大家分享㗎。所以如果想收到資料，記住加 WhatsApp 落你嘅電話簿度 say 個 hello 或者 hello 咧，咁就可以㗎啦。嗱，今晚呢場一月杯咧，形勢係非常之混亂嘅。第一樣嘢就係快活谷，大家都知啦嚇，你唔跑頭幾場咧，你根本就唔知當日係嚟內碟啦定外碟啦，你放頭定後追。第一樣嘢，第二呢場一月杯咧冇明顯快放馬嘅，個形勢就會有兩種啦。究竟係內欄啲馬有着數帶到啊？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太過慢嘅話咧，外面有啲馬冚過晒佢咧突圍方式跑咧，成個形勢咧就會變咗噶啦。所以咧一定要一個幻想同埋估計啦咁咧嗱，首先咧咁我預計個步速咧基本上咧應該係慢步速，有機會擺喺前面走，可能係2號嘅禪聖輝煌啦，同埋咧呢啲係11號嘅非遺僥倖。咁好多朋友咧喺呢場馬咧個焦點都可能放喺無險東位，有阿東東可以跑天象龍區，咁當然啦，我都好希望佢贏，但係咪咁容易係因為佢今次都好輕磅，115磅，會唔會咁容易俾你贏到咧？嗱，我逐隻講先啦。嗱，1號嘅美麗同享咧，其實咧跑到9歲真係要致敬嗱，呢隻馬雖然1級賽就唔夠，但係咧2級賽嘅梯隊經常性咧越老越可愛，跑得近幾準成嘅佢係後勁每季咧都有貨交嘅，所以咧難度都幾高下。嗱，美麗同享有一樣提大家，就係千祈唔好以為佢唔識跑快谷，其實佢後生時喺快谷咧跑2次入晒位，一贏1個位嘅，所以咧快谷咧必定合適。另外啦，2號禪聖輝煌呢匹馬咧就會有步速之利啦呢匹馬咧就6歲，但係咧佢就冇跑過快活谷嘅試習，我記得咧都冇話點樣試過。嗱，有樣好咧就係幾人安跑上去。當然啦，禪聖輝煌咧就之前有講過跑沙特杯賽日嘅，咁當然照計咧佢個狀態喺1月咧應該都 tune 好啦，狀態應該唔需要懷疑。其實係問題就係究竟佢快活谷性能係點咁？但係按道理呢啲咁嘅高班馬咧都其實而家都好少話唔識跑快活谷噶啦即係只不過叻同唔叻嘅所以咧呢隻禪聖輝煌咧，如果你要捉佢痛腳咧慢步速有着數，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個快活谷性能咧係個謎嚟。嗱，3號智取神區同埋4號嘅喜蓮勇敢咧，呢對沈集成馬房嘅馬咧要一拼咁講，因為點解咧？如果去到呢個位置級數咧，智取神區咧就而家9檔啊嘛。另外啦，喜蓮勇敢咧其實搏咗2-3鋪噶啦，今季就咁佢係排12檔。嗱，智取神區今季咧全部都跑級制賽事，嗰啲3級賽2級賽，甚至乎上一次跑香港瓶。嗱，計級數嚟講咧，智取神區咧應該點都係喜蓮勇敢之上，而且潘頓騎佢當然冇問題啦。嗱，呢隻馬咧最重要咧就係咧1650會嫌短，1800米智取神區咧應該點都係好啲，因為始終咧你記住啦佢係贏過呢程嘅所以咧如果級制賽咧沈集成一隊咧，我覺得智取神區係會好啲。5號安晴咁今季好似咧跑極都即係提升唔到個狀態，去到上季上一仗香港瓶咧，其實個準備都好足夠，但係隻馬根本就set 唔到個態上嚟，所以呢啲馬咧冇態就難搞啲啦。快活谷又唔係話特別好而且好似話冇跑過嘅，所以呢隻馬咧就真係差啲。個檔好3檔。好啦，6號康樂高球，咁呢隻馬都係焦點所在。上一次咧都係贏太陽勇士啦，遙遙領先。其實呢啲馬咧就都有上升空間啦，但係有啲問題嘅。呢隻馬咧有少少缺點咧，就係咧佢會擺前走，但係咧佢久唔久咧就失咗一場。上次咧前一次嗰場咧就係咧喺沙田10月26號啦，同埋呢隻馬咧佢喺嗰個神課入面咧唔係咁容易睇得出嘅，即係佢可以收埋自己
冷性重唔重咧？班德禮就好清楚佢啦嚇。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去到呢個位置，步速成疑嘅話咧嚇，未必太過抵買，因為佢都係熱門之一嚟。7號安悅嗱呢隻馬咧，如果講谷草千百米咧，我覺得現階段咧係合適，但係問題就有缺點啦。嗱，上一仗11月23號跑完，咁啊輸俾嗰啲跑嗰啲2級賽啦嚇，唔夠跑啦，1600米嫌短係嘛？但係問題就係咧，佢10月2號啦同埋10月10號啦之間咧停咗8至9日停課嘅，係唔知咩事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貴福特按道理啲馬唔會話無端端好似阿希斯啊，又或者係何賢咁成日用嗰啲跑步機㗎嘛，所以咧呢隻安悅咧係有少少問題嘅。如果咁樣講就嚇，但係問題佢就如果我 check 翻佢咧，佢係冇一啲出去拍跳嗰啲神貨啦嚇，所以呢個停課咧就係一個謎嚟嚇。究竟佢係入邊做緊功夫啊，定係真係冇做過咧嚇？咁啊，如果就咁睇咧就唔知嘅，但係如果咁耐去睇咧，佢係有做內邊嘅功夫。嗱，照計呢隻安悅咧，今仗如果係擺喺中字形嘅位置咧，其實好着數去跑嘅，同埋咧佢個操練其實都完整。如果揞住嗰幾日嘅迷，即係迷一般嗰幾日啦嚇，咁佢試完集咧，其實從化集都贏完集之後咧，亦都有操練咧。我覺得呢隻安悅咧都可以重視下嘅。爆競速威龍嗱呢隻馬咧，其實咧今季初咧谷草千百米都贏過。嗱呢隻馬有啲特別嘅，有啲馬後上佢要望空，但係呢隻競速威龍好得意嘅，好中意喺馬林入面捐嚟捐去啊！咁啊，希威森騎後上馬又唔係特別叻，但係問題嚟講，競速威龍咧谷草千百米嘅性能當然好啦嚇，咁佢嗰啲兩邊都喺呢度得翻嚟。如果計快玉谷嘅走勢啊腳法咧，呢隻競速威龍咧係特別適合，但係問題就係佢係較為被動嘅馬咯嚇。今仗慢步速，如果鬥爆一段咧，佢唔會遜色過任何一匹馬。但係問題就係你要睇下希威森點樣走。嗱，希威森咧，以我記憶所及，例如嗰啲咩穿甲戰鷹，佢嗰啲咪成日走去內碟走死位咯。所以咧競速威龍咧就要搏下咯。如果咁就9號太易穩，咁啊上一次就中啦，係咪大家嚇？咁啊45倍，但係問題就係上一次咧擺到明咧就喺內欄慳晒位。咁啊鬥到臨尾咧，咁其實佢係打嗰兩邊好有反應嚇，隻馬就趌咗前去大概一個身位度，跟住咧其實後面嗰隻喜連勇敢同大浪淘田咧已經撲上嚟，所以呢隻咧太易穩咧谷草千百米咧，如果純計佢媽咪嗰邊咧係跑到嘅，但係問題就係對住呢班對手，你又係咧第一次跑，加上咧上一次內檔，今次10檔咧就蝕即幾蝕下咯，變咗就。好啦，10號大浪淘田嗱，慢步速嚟講咧，如果鬥後勁咧，呢隻着數，但係問題就係佢評分都差唔多噶，去到呢度，其實佢咧前一大前仗贏到咧谷草1200米咧，唔係谷草1650嘅2班賽啦，證明呢匹馬咧其實都大用特用。如果計翻上一次輸俾喜連勇敢同太易穩咧，佢仲有一場頭馬喺手，但係問題就係谷草千百米嘅性能係點咧？嗱，佢跑過一次就跑過第8嘅，就係輸俾喜連勇敢非為僥倖嗰場。所以咧呢場馬嚟講咧，如果1650咧係可以留意嘅，佢仲可以谷埋一段爆。但係問題就係跑谷草千百米咧拉長咗咧，佢個即係後勁咧就冇咁凌厲咯。好啦，11號非為僥倖咁易主之後咁啊，梗係有賺啦，係咪？贏完跟住又一次入 Q， 咁喺2班賽事入 Q 添。其實今仗嚟講咧，如果2號禪聖輝煌係有步速之利咧，呢隻非為僥倖咧係最嘅着數嗰隻。第一，佢快谷千百米灑家；第二，佢輕磅100大佬115磅輕飄飄。但係問題就係去到呢個位置會唔會再賺咧嚇？但係呢匹馬咧你唔做膽一定要拖，因為點解咧？如果純講嗰個步速嚟講咧，佢真係賺晒嘅。咁啊，蔡明紹咧雖然冇騎過佢，但係如果蔡明紹騎呢啲出閘要推嘅馬咧，我覺得都好着數。非為僥倖呢隻馬真係〜即係抵到爛啦，係嘛？佢又 win 完，跟住又跑到第2，仲要證明你2級唔係二班係夠跑嘅。好啦，12號天象龍，佢好多朋友都好想佢贏，但係問題就係咧夠唔夠跑咧嚇？嗱，天象龍區咧就跑過呢一程嘅，咁啊銀進贏啦，木火兄弟第2嗰場。咁但係問題嚟講咧，佢谷草千百米，如果用翻前陣子咧，佢贏呢個沙田2000米同埋入位咧，佢留得太後。加上今仗慢步速咧，究竟佢喺6檔咧係點樣跑咧？嗱，
如果較後佢突唯有佢突唔到嘅，因為出面一定有馬冚住佢。第二就係咧轉彎途程嗰陣時咧，佢如果拉出嚟鬥後勁咧，善於跑谷草嘅馬咧流暢過佢。所以呢個天象龍區咧，雖則我哋係好想阿毛遠東贏，但係問題就係今仗未必話太嚟。嗱，有一樣嘢好就係咧，你大家可以睇下，如果前面真係你後上嘅話，呢個天象龍區可以看高一線，因為始終而家你嗰個一月杯喺第7場，你一定要睇下前面你放定嚟追。嗱，好似我自己咧，我就會搏嚟追啊，但係問題就係如果臨場見到前面嚟放咧，我都會縮住嘅，可能就咁好啦，咁總括而言咧，我比較中意兩匹馬嘅。如果連贏三紅彩膽咧，我即係假設性後追馬有一追嘅話咧，我比較中意8號嘅競速威龍。咁雖然咧希威森騎佢又冇何澤堯咁好嘅，但係咧始終今次咧又係115磅輕磅。第二就係上一次咧佢跑過第4咧，其實應該都知道咧，佢輸俾阿喜連勇敢同埋非維僥倖。但係咧嗰個第4咧，其實有少少內閃隻馬啊，同埋咧留得比較後。如果佢真係搏嘅話咧，呢隻競速威龍咧，今次咧唔會留咁後噶啦，甚至乎可能咧佢係突圍嗰隻馬嚟，即係我覺得會有咁嘅機會咯。當然啦，有危入邊有機係嘛，佢唔突嘅或者要留到最後嘅，咁啊搣飛咯，係咪先嚇？好啦，但係問題咧有隻冷門啦，一定要留意啊！1號嘅美麗同享。嗱，呢個美麗同享咧，雖則就135磅，加埋11檔，但係咧佢呢隻馬咧，佢如果而家尤其是老咗咧，冇咁搶口啊！如果大家有記憶所及咧，呢隻馬好難跑好搶口，留喺後邊咧，就算有馬遮擋咧，都扭頭另計跳嚟跳去。而家佢老咗咧，近2年嚟講咧，真係好順下嘅。咁如果咧就咁計谷草1,800米咧，我唔覺得有咩影響，因為咧佢沙田都跑到1,800米係嘛？計級數上一次跑1里錦標，咁大佬呢度邊隻馬可以有咁級數咧雖則9歲，但係咧我見到佢試習嗰課咧。佢雖然咧跑第9，但係咧佢係混喺馬林入邊跑佢呢個第9係假嘅，完全冇推騎嘅，鬥住輕輸步頭咁樣跑咯所以呢隻美麗同享咧一出閘一定喺最後噶啦，但係問題就會唔會話順住走勢咁走上嚟咧？10幾20倍、十幾倍挨住20倍嘅呢隻馬所以咧我覺得美麗同享咧可以搏下冷門位置 Q 膽當然啦，呢兩隻馬咧都係屬於後上馬。如果大家之前咧見到啲放頭馬特別利嘅話咧，呢兩隻馬咧拖腳好啦。但係如果前陣子出面有一追嘅話咧照舊我都會照舊買嘅。記住快活谷咧臨場係非常之重要嘅。你臨場可能你賽事之前咧度咗啲放頭馬，如果臨場係唔係好利放嘅，都唔好拗頸啦。因為快活谷咧唔係話純跑馬匹實力。要跑際遇，同埋咧要睇臨場嘅分析究竟係內碟外碟利放定離追咧？呢個係比起咧練馬師出唔出擊咧更加之重要啊！好啦，咁祝大家咧就贏多啲啊！